大家早晨，而家出發去廣州泰康之家月園，因為有2位香港客人過嚟辦理驗貨入住，一陣我哋廣州見啦。1個半鐘頭嘅車程，我哋就嚟到泰康之家月園。我哋上2樓食個午餐先。今日有貝粒炒烤羊牛肉、宮保雞丁、香葱蒸太陽魚、豉汁炒豬潤、純素炒辣椒、滷水鴨、小白菜同生菜，仲有萵筍牛肉絲、肉末蒸水蛋、鍋貼、水煮花生、黑米飯、白米飯任君選擇，我揀咗8餸1湯喎。食飽之後，等待工作人員辦理入住手續。呢個時候有居民拉繩報警，護士迅速攞急救箱去救佢，希望佢冇事啦。我哋一齊嚟睇睇成個月園嘅沙盤概況。呢一次呢，準備去睇10樓嘅戶型，門口係有輕鐵站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嚟到10號樓，我哋先嚟睇睇正對住嘅有一個贈送嘅空間，係一個細陽台。入到呢個戶型，太太同先生都非常之滿意。佢係一個1室1廳嘅戶型，房間有2張床，有個大飄窗、電視櫃。客廳嘅話，亦都5臟6腑俱全，有廚房，仲有成排儲物櫃。睇完房間之後，先生就帶太太去交押金辦理入住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